恁爸，我甲全台湾讲一句话啊，恁爸毋是做甲做的啊，社会是处理的啊，看到无？这是啥物？恁爸是兄弟人啊！我很久之后，我真的很低调处理事情呐、我跟你讲啊，说有钱我也有钱呐、真的啊，分享啊，人数他妈的5000人4000人在哪里？你们说干走的呀？安诺啊，安诺啦，安诺啊，恁爸会用社会处理的啊？恁爸社会处理的时候，恁爸就开直播啊！恁爸社会处理就开直播啊！恁爸社会处理就开直播啊！我先甲你讲啊哦，恁爸社会处理就你就开直播啊！安怎啊？我知啥物叫做社会处啊？社会处啊？安怎啊？安怎啊？不要讲话啊！全台湾俩人啊，抓到人中闪啊！当作你们写书包啊？安怎？你们写书包啊无？安怎啊？安怎啊？奇怪，盗我名义，假鬼假怪，你都去看卖啊！我跟人家不好讲话，别人怎么处理，别人怎么处理，那是别人。我一人吃屎哥，有我的方式处理，你知无？安怎啊？你们不是做甲做的啊？出来都出来面对啦！出来啊！没送都出来啊！安怎啊？我吃屎哥全部的事情都敢做得出来啊！我他妈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我就全台湾最红的艺人，最红的网红。他妈的，我用低调处理，好不好？他妈的，会分享是不是？我跟大家讲啊，是没让我生气是不是啊？阿诺啊，分享都没关系的，好不好？阿诺啊，照我的名义是不是？照我一人吃10个的名义很好玩是不是？你们不是8+9哎，你们不是8+9哎。照我这个很好玩是不是啦？用我的名义很好玩是不是啦？我跟你讲啊，这不是不良的示范啊！是他妈的，我饿死到了啊！很屌吗？很屌吗？盗用我吃屎哥的名义很屌吗？很屌吗？很屌吗？我已经够红了，搞我是不是啊？分享啊，来啊！什么叫做兄弟？兄啊！你妈是安怎？你妈是安怎？盗我弟人吃屎哥的名义很屌吗？安怎？你拢分享都不要分享是不是？安怎？恁爸不是做甲做的啊？恁爸不是做甲做的啊？
我现在疯掉，我要抓人，我要抓人，抓人。抓人！我要抓人呐！我要抓人呐！很多人跟我说，你如果网红不当，你要当什么？很多兄弟人都叫我去当兄弟呀、真的我适合当兄弟人啊。可是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真的啦，我就是要带给全台湾欢乐的。如今呢？照样我名义很好玩吗？我吃几个艺人的名义很好玩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会讲，我跟你讲啊，别让我 IP 位置查到你在哪里，这是给你的警告。你好人不做做坏人是不是啊？你知道什么叫社会式处理？下面叫做社会式处理，你知不？你别社会式处理，你没有开直播啊？你没有开直播处理啊？会上头条啊！你们真的是哦。但我用我名义很好玩，是不是吧？抓到人呐！你别小孩子处理呀，安怎啊？人呢？抓爆抓人，人呢？你们人在哪里？对红是像啊！啊！对红诶！对红诶！俩人最终分享俩人看对红是像啊！恁爸就是家己人处理的啊，社会处理的啊！我家己人啊！我家己人就是人啊，就是兄弟啊！安怎啊？安怎啊？就对的是不是？到我名义很好玩是不是？我他妈的就是红就是屌啊！到我名义很好玩是不是？听我的，分享，分享，听我的，分享。我抓到人，抓到人！我告诉你们，全台湾用我的名义抓到人，我开直播，我开直播，我告诉你们全台湾，什么叫做社会式处理？处理！你把你被领出去是不是？啊，你被抢去是不是啊？你们是抢去是不是啊？我已经够红了，还要用我的名义？我已经够红了，还要用我的名义？安怎啦？安怎啊？我已经够红了，还用我的名义是不是啊？啊！不用刻意分享到报废啦，
恁袂足歹的，是毋是？恁们毋是八加九哦，是毋是啦？无恁们是啥啊？安怎啊？安怎啊？你甲我讲安怎是安怎？安怎？安怎？安怎啦？安怎？安怎？不要讲话啊！抓人就抓人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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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对方是啥啊？还是屁孩？还是屁孩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们讲啊，我跟你们讲，我跟你讲啊，抓到人呐，抓到人呐！气快买啊！红包重赏，我要发给你们。但是呢，我他妈我今天就是抓人，钱不是问题啦。老子他妈的3-4间房子啊！不瞒你们说啦，我有3-4间的房子啊！我次次都要抓人，抓人了啦！以外就对了是不是？安怎啊？安怎啊？抓人呐、你们不是做干做的啊！我出社会出这么久啊，盗我账号用我的名义，你们是做干做的啊？是不是啦？我一人当这么久，老子没赚钱没关系，我本身在外面事业就搞很大了啊！他妈我都活到现在啊！李白，这是啥物？这是啥物啊？开直播安怎啊？开直播就对是不是？盗我账号就对是不是？用我的名义就对是不是啦？用我名义就对是不是啦？是不是啦？不要讲话啊！是不要讲话是不是啦？是不要讲话是不是啦？安怎啦？安怎啊？抓到人试看卖，什么叫做兄弟？来。什么叫做兄弟？什么叫做兄弟？全台湾，全台湾！我今天是针对谁？你知不知道？盗用我赤子哥的名义的人，就这么简单。老子他妈就是很红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是你无看过笑的，你是无看过笑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啦？你是无看过笑的，是不是啦？安怎啊？你是无看过笑的，是不是？还是你们是阿叔啊？安怎啊？你们不是做干做的？追踪起来，按赞追踪起来，看。恁袂抓着人，你就开直播啊！
跟你们讲，全台湾，我吃10个就是红，我吃10个有道理就是红啊！啊，不会追踪是不是啊？我吃10个有道理就是红啊！追踪胡凯斌啊，追踪胡凯斌，按赞追踪抢先看，追踪胡凯斌。哦，我跟你们再说一遍，我不是塑胶做的，好不好？我今天针对是什么？我今天是针对有人用我的名义去外面骗小骗屁，因为我的名义真的很重要。我跟大家讲一下，我在这演艺圈、包含事业、各行各业，我都是很认真的拼，平起平坐，很认真的拼。好，在全台湾各行各业，大家都很尊重我，都很尊敬我。好，今天恁被 K 崩了，就是要抓人，争一口气就是抓人，看红包多少钱都不是问题。我也不是说刻意阿斯巴拉阿斯到，恁袂就是掠人，掠着人，我会用我会小为处理，但是我会开直播，因为我的直播全台湾都看得到，全台湾都看得到。好，今天我会证明什么？一样，我会证明我跟别人不一样。抓到人，我社会处理，我开直播。好，今天我敢说这个大话出去，我就有本事抓人。哦，小微处理就是我家己去处理就都对啊，我也不用别人啦，我一个人就够了，懂了吗？懂了吗？在这社会上，你们要懂得什么叫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尊重，尊重。哦，我没去得罪别人，你今天用我的名义，可是我今天太红了，太红了，我太红了，我吃10个油照林就是这么红，大家知道的，全台湾知道的。今天你盗我账号，盗用我的名义，你要知道，相对的，你是用我的名义，你是付出什么代价？好，你尊重我，我尊重你，你敬我3分，我敬你10分。